Hello，大家好啊！深深同你做功課啊，拍攝日期2025年4月4號啊，咁啊大概22:59啦，咁啊點解開住清明八字個圖俾大家睇咧？就話俾你哋聽，今晚啊20:49咧已經入咗戲㗎啦，而家同大家拍節目嗰一刻咧已經係庚辰月啦。好，咁咧翻去個正題先啦。其實咧，除咗同大家講清明八字之外咧，今集更加想探討咧就係特朗普嘅關稅啊。咁啊之後先講清明同埋谷雨啦。特朗普關稅，我諗如果喺投資界啊或者工商界嚟講咧，都係一個好注目嘅一個題目啦嚇。即係佢用一個所謂 country-based 嘅形式咧去收稅。咁其實我哋初都唔係好明咩叫 country based 嘅，因為以前即係譬如讀 econ 嗰陣時，教抽稅可能咧，即係個 tariff 咧，就係根據一個板塊啦，或者某種產品啊，咁啊，譬如板塊可能汽車板塊、鋼鐵板塊，產品可能係某啲IC 啊、晶片啊咁 for example，咁去抽稅嘅。而家 country based 就係中國一個稅。日本一個稅其他國家英國有一個稅咁樣，咁其實就同即係關稅嘅原意咧，以我嘅理解有少少差異啦。點解要立關稅咧？最初原意係就係保護本土嘅企業啊嘛。本土企業嘅意思就係點解佢要可能對中國產品啊啲波鞋啊要保護咧？咁就係話因為而家啲波鞋去晒中國做啊嘛。咁原意就係應該話啲波鞋唔好俾中國做啦，加關稅加到咧貴到好似本地做嘅波鞋咁貴。咁當然啦，呢個前設係美國可能要喺本地開翻好多波鞋廠啦。咁你對汽車抽稅，咁又可能開翻好多汽車廠啦，諸如此類。應該個本意係咁嘅。咁但係特朗普呢次嘅本意係唔係咁咧？定係純粹想搶錢咧？因為佢喺嗰個莊園嗰個宣言都講過啦，即係而家嗰個利息個開支啊，即係聯儲局好大噶嘛，利息開支比一年嘅軍費開支仲要，個預算仲要多。咁佢有咩辦法唔想盡辦法攞多啲錢翻嚟咧？係咪呢個先係佢本意咧？以關稅為名就要保自己嘅財富就將自己嘅問題又要俾全世界去幫佢埋單會唔會就係咁咧？從一個資本市場嘅角度去睇啦，呢一兩日其實大家見到個股市跌得好犀利，都反映咗投資者或者經營者究竟對呢個關稅特朗普嘅關稅係有咩睇法啦。咁我都唔會喺度重複，因為今集咧想用一個另類角度去探討呢一個問題嘅。好啦，咁入正題啦。嗱特朗普主持早前宣布啦，就會喺2025年4月5號12:01嘅 EDT 咧，就係應該係東岸嘅時間啦。咁我換算咗一下咧，就係等於香港嘅時間下晝12:01啦。咁就有一個10% 嘅基本關稅。好啦，如果用一個 EDT 啦，東岸時間嚟計咧，八字就係乙巳年庚辰月甲辰日甲子時。咁我哋睇到啦，天干有3個月木啦地支辰土係個財嚟嘅，但係辰自刑，跟住子辰又俾人合咗水喎咁其實係咪真係咁好咧？又有好多劫財喺度。我諗做咗呢樣嘢之後咧，雖然咧有機會可能發到財，但係好多人同佢分財，而且亦都引起好多聲音啦，辰自刑啦，有啲自尋煩惱嘅情況啦，亦都有子辰合咗佢嘅。咁可能有一啲可能係市民，又或者可能係佢一啲比較細外國嘅一個合作伙伴，會唔會合咗佢財咧？所以呢單嘢10% 嘅表面可能好，但係實際效果未必太好。
對埋香港時間啦，咁你可以理解即係喺香港時間如果發生呢件事會點咧？乙巳年庚辰月甲辰日庚午時，咁啊最主要個時柱唔同啦，咁基本上都係辰巳刑啦，咁個時柱就有個午火咁嘅傷官啦，咁其實就都係表面係有啲財嘅，但係始終都有兩個即係一個夾埋一個月木啦，去分咗財啦，有兩個七殺夾住佢啦，咁財之潤煞啊嘛。咁啊土生金，基本上都射咗佢財嘅，咁其實都未必係咁好啦，對香港呢方面。好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 higher turf on other countries 啦，咁佢就會中咗一個咧叫做我哋喺呢邊咧叫做對等嘅關稅啦。咁就會喺2025年4月9號12:01都係東岸時間啦，去實施嘅。好啦，我哋望一望啊，乙巳年庚辰月戊申日壬子時，好明顯啦，地支咧就申子辰啊，三會一個水局啊，土克水為財啦，咁又身喺個辰月咧，似乎係有啲錢啦。咁可以見到咧，如果特朗普當日做呢一個即係所謂呢個叫做對等嘅關稅咧，似乎係發財嘅。佢應該係會發一嚿好大嘅財嘅，咁但係咧呢個八字有機會都有個弱點啊，因為始終你有合局喺度啦，合局逢沖咧會係有問題嘅。咁依家睇落去咧，因為子水啊最快可能過多2個月啦，去到5月啦，咁子午沖會唔會都出現咗問題咧？呢個咧就拭目以待啦。又用翻香港時間拼一拼啦，乙巳年庚辰月戊申日戊午時，咁對香港嚟講咧就唔係發財啦，因為都合唔到個水局啦，咁基本上都可以講係冇財嘅，咁所以呢單嘢都比較麻煩啦。對美國可能係一件好事，但係如果香港時間嚟睇呢個八字咧就未必好啦。好啦，咁再落啦，清明八字啦，咁啱啱就最初都同大家講啦，庚辰日啦，即係已經入咗庚辰月，係啦，乙巳年庚辰月癸卯日壬戌時，咁我哋見到天干2個壬水啦，咁水克火為財，有一少少啦，自火係財嘅，咁大家可能睇到啦，戊癸可以合火啦，不過辰戌沖啊，所以你合咗之後俾人沖開咧，其實應該都係麻麻地嘅。咁可能咧就係清明初頭咧，即係仲未納稅啊嘛，咪稍為好啲咯。但係如果咁樣睇，納咗稅之後個經濟認真麻麻地啦，咁呢個引申埋咧可以睇埋個股市嘅，因為睇我頻道嘅人咧都係中意睇下股市嗰啲啦，咁啊可以話俾你聽清明八字就咁樣睇法啦。咁因為我而家比較少拍片啦，一來忙啦，二來又攰啦，三來又懶啦，四來又冇精神啦。難得有假期唞好精神嚟拍咧，咁梗係講埋個谷雨啦。乙巳年庚辰月己未日丙寅時，土克水為財，一點水都冇。咁所以落到4月20號嘅，都係個財經經濟股市都係麻麻地啦。好，咁講到呢度，大家聽得明嘅就明啦。即係你知啦，投資有好多方向嘅。咁因為咧，我雖然係香港證監會前辦事啦，但係因為咧呢一個片咧，我咧用呢個先。因為呢一個片咧，我就用自己嘅名義去拍嘅，就唔係公司嘅名義去拍啦。咁所以咧，我咧就唔想俾咁多投資意見啦。咁但係你見到個市係跌嘅，咁大家心裏有數啦，知道點樣去做啦。咁今集就講住咁多先啦，利益申報啦嚇，我係香港證監會前辦事啦，就冇持有剛才提過股份啦嚇。
好落 ending。咁你嘅支持等於我嘅動力啦。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呢個 YouTube channel 啦。Sam 同你做功課，歡迎贊助啊，PayMe 啊、Alipay 啊、PayPal 都可以嘅。咁啊，另外各大社交平台咧都可以揾到我蹤影嘅嚇。好，咁今集就講到呢度先啦。希望大家都中意呢個內容啦嚇。咁記得點讚啊嚇、留言啊、分享啦同埋訂閱。好，今集去到呢度，下次再見，拜拜。